到達深圳灣口岸，勁多學生。原來深圳14號線喺繁忙時間都有分3條區間行車，真係而家先知啊！到咗沙田站同上咗266啦，向千樹情山出發，落咗車，一落車就係屋苑，入咗內園，繼續前進。辛苦工人日日洗垃圾桶，終於上到屋啦，俾大家睇睇現況啦。轉一轉，俾大家睇呢個陽台櫃，真係激死我！最後嘈完，先整返好，足足整咗4次，最後嗰次仲要老細上嚟先完成。沉思完。出去處理反架飛機模型先。呢架我買錯 size 嘅飛機模型，終於有位擺啦，大家欣賞下啦。搭高鐵返香港啦，拜拜。